研究海鮮20幾年啦，好多老顧客從香港過來打卡，我哋嘅鮮貨燒烤，幾多次過來就為咗呢口濕辣牛肉、山葵牛肉同蒜蓉烤生蠔。牛肉全部都係新鮮牛肉，每日買1萬家串，即串即烤，插上靈魂，秘製醬料，用炭烤簡直香到不得了。湛江濕辣牛肉3分熟、5分熟都可以揀，仲可以搭配手磨嘅山葵醬，再淋上秘製濕辣醬，又辣又過癮。用炭火燒烤先夠香，新鮮嘅即點即烤。你睇呢啲生蠔全部都係基地送過來嘅。1個月烤到手軟，呢個季節嘅生蠔好靚嘅，仲有粉絲帶子，每一個食落有成巴掌咁大，邊個明瞭佢嘅含金量啊？都太肥美啦！台灣胡椒蝦，炭烤活鰻，炭烤拿姆鮮魷，海蝦瑤柱砂鍋粥，喺度食海鮮。我哋唔同其他人比，就只做靚平正嘅。